多謝，多謝大家，多謝，再一次多謝 dancers， 辛苦晒。你哋中唔中意呢個和服同埋呢個小飛俠頭啊？多謝，真係好靚。多謝。其實要多謝幫我做衫、幫我做嗰件和服嘅 Kenneth， 佢好有心機，整得好靚。我一直都想要一件和服，呢個點樣嘅咯？多謝。咁亦都嚇個紋身好靚。黐上去嘅啫嘛。再一次多謝你哋今晚嘅嚟到啦，咁係最後一場演唱會，咁難免今晚咧會多啲感觸噶啦，咁就我哋花咗好多嘅晚上喺彩排室啦、排舞室啦、band 房啦，然之後喺紅館啦，每一日都花咗好多時間，所以全部嘅工作人員咧都係為咗呢一個演唱會落咗好多嘅心血，所以今晚之後我諗我會好唔捨得佢哋，咁我想喺呢度先多謝佢哋一聲先，多謝。距離上一次演唱會02年嘅到而家已經3年啦，距離上一張嘅成張嘅廣東專輯咧已經好多年，咁今年我終於出咗一張全新嘅廣東專輯，係好誠心誠意為大家而做嘅，所以希望你哋會中意。等咗9年係嘛 ？OK， 咁今晚我就揀咗一首想唱俾大家聽，送俾大家嘅。呢一首歌咧係雷頌德寫嘅歌，林夕寫嘅歌詞，為何他會離開你？多謝。掛他，為願他，為了他習慣受罪。如今他走了，請不要追，舊情